各位老闆，大家好，恭喜發財！今日好等啦，冇使到太衰啦。然之後呢，同各位老闆介紹下我提幾下。我呢行到倫冠東，我是湯美廠房用團人，我個職業呢是勞二手車噶啊。這度太衰呢，嗰啲水是業餘噶啊，開門呢水是銀提為貨噶嚇。所以講嘅話，有啲地方做得冇多，或者冇幾到位嘅話，希望大家呢多啲係指點。唯一一個呢，我本人呢是冇有任何嘅後退噶，我所有嘅內容呢都冇識考題機，你記啱背噶，可能就會對合適嘅地方揀擇合適嘅吧。另一個傲人以為嗰啲是後退，其實呢就是你記啱背個。唯一一個嘅話，我所有嘅推梯半部都是抄塔或者鑑，嗰啲古詩啊嗰啲你買落嚟噶，冇有任何嘅都是我哋嘅上度噶，我冇有咁太過推吧。所以呢，各位老闆，如果你家有喜事呢，都要等太叔啊，等開門嘅啦。如果你想等我呢，就都要考慮下我啊，睇我啱冇啱，符唔符合你，啱冇啱使，是咪咯？然之後嘅話，喺澳村裏面做太叔嘅呢，如果你想等太叔啊，我有陣間我覺得佢是非常之火嘅，就是那隻貪狂太叔，或者嘅話，佢俾我個講解，所以是乜呢？幽默得來又冇有殺太太，其實我所認識嘅太叔之中，年輕即係年紀冇幾大嗰種啊，所以是講 number one 嘅團隊。然之後呢，我攞嘅嘢我攞那隻賣車河發嗰隻視頻間兩萬幾錢組織團隊喺度的嘛，嗰陣呢亦都是我一絲個所諗噶，這時間會唔會殺下呢？嗰頭又退考證嚇，然後嘅話佢好多人都問我，一年排參加一年份到嘛。其實呢，如果講我想嚟問嗰隻團隊，我想問嗰啲90後噶，因為90後嘅話時間。為嗰隻行業前入身邊個肥一啊！之後嘅話俾我講解就是，我啲後生嘅人嘅話就更加容易放得下架地咯。因為喺度工廈度嗰啲嘅話，我講解嘅話冇時間，一啲嘢就高退上係個身份咯。於是嘢就服務者係個身份係服務老闆。我就選我哋，但是呢個好多嗰啲推冇識聽緊下票客，一定白㗎。你出嚟俾多推推我得啦，係咯。首先睇一個，我點解我要俾得推推俾你？太易嘅話，我都識得係抄人嘅難，你又係抄人嘅得咯，係嘛？你可以你抄我㗎，例如我都是一夥等人嘅話，你抄了係咪入邊身你㗎咯？係嘛？抄我個冇舊，又抄多幾隻咁咪舊咯。然之後嘅話，人呢我講假，冇能時間。呢個團扯啊嘛，團位啊，睇得嘛，身得運邊要把個現退嗰隻階段呢，黃頭睇嘅是起泡，嗰啲呢，你推能攀登到更加光啊！我本身我真係做太所以又學到嘛，又學到乜嘢學，我從來都是講我幾時我都是業餘㗎，我幾時都是掹有做得多位㗎。你只有將體技放到最低嗰隻chân頭下，最低嗰隻往位之下，你退回有機會。退回有動力，繼續往上係攀爬，繼續係下級。冇人冇有邊人，冇有人可以下得了佢嘛㗎，亦都冇有人㗎可以做得到面面俱到，啊馬地方都做得到位。但是呢，棒球有一點就可以通過button個下級，button嚟提高提技。我冇寫真能下個人，但是我認為我是一隻比較努力嘅人。然之後嘅話對抗呢，今日呢我就咪試嗰陣是嗰度天光提子啊，或者我朋友所講嘅騎馬㗎。提機下睇日地啊，冇根冇有太疏度啦，係嘛？提機，所以呢，我就今日我中嘛，我哋隻手得嘛，夾地二手，為中金，本人燈帽，路中火，做個頭馬咧技術係咪？天氣技術嗰啲天光地支技術嗰啲陰陽奧下係嘛，慢慢攞去貫通，到時候嘅話睇日地斷問嘅話，慢慢係掂錯咯。如果講有個方面嘅師傅嘅話，你有邊嚟指點下我嘅話，大師。很收我委託。